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。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书13章52节到马太福音书28章20节。马太福音书13章52节，你和合本圣经第20页。伊甲因讲，所以既若经学士做天国的学生的，是亲像家主对伊的库房提出新旧的物个。搁一位马太福音书28章20节，和合本圣经第45页。既若我所有命令恁的，就假是应守。搁我日日甲恁直地到世间的落尾。以上，这是要请本堂陈牧师来讲道。伊要讲的题目是迦南文化第5讲创新。迦南文化第5讲创新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要听阮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垂看你的爱，你的圣囝耶稣基督。都成肉体来到世间，将恩典带到伫阮的中间，主啊，互阮透过伊来得到永远我的愿望，伫地上阮有通活靠。主，阮也伫主日搁一摆来亲近你，愿上帝将你的话语、活命的话、活命的饼赏赐互阮，叫阮的灵内，阮的灵命得到把助，也互阮伫生活中间。伫阮的家庭中间、社会中间有气力，继续为主来做干净。祈祷恳求，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咱所看的马太福音第13章，内底有讲到耶稣讲的7个譬喻，这7个譬喻是咧讲到上帝国、天国才的譬喻，咧教导咱伫天国伊要来进前会发生无共款的事。这7个譬喻是亚金这个譬喻，第2个是亚这个皮仔的譬喻，第3是讲到挂菜经济，第4讲到这个面价的譬喻，第5是讲到这个一个人去买一块地，内底有藏着这个宝贝，第6是讲到一个人去卖伊所有一切财产，去买一粒上好的珠仔，第7个是一个人扒鱼，将这鱼网仔扭起来，将好的甲歹的甲伊分开，最后第8个是咱今日所看的这个圣经节。耶稣讲，一个家主对伊的库内提出这个仓库内底提出这个新甲旧的物。这8个譬喻，咱当来做一个归纳甲整理。头一对亚金这个譬喻，甲这个皮仔稗子的比喻，是咧讲到这个福音的传开的时阵，当福音来传开伫咱的心内底，有4种无共款的反应。上好的是落伫这个好的土内底，有结实。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总是人若无够努力，这个得到道理也会放弃。总是伫人的这个生命中间，嘛有拄着这个对敌魔鬼的攻击，所以有这个对敌来半暝来压这个皮仔，将这个皮仔压伫这个麦仔中间，到尾的时阵，落尾的时阵，拢要做伙来收割。第2个譬喻是讲到这个挂菜经济甲物价。挂菜经济是所有经济内底上微细、上细，总是伊的。生做一丛大树啊，拢总的鸟啊，拢来歇伫即个挂菜机的即个树啊顶。总是即个面甲一丝丝啊，一面的中间，互所有的面拢发起来，变成整团。伊咧讲到一个譬喻甲对照，就是挂菜经济，伊需要经过久长的时间，慢慢来长大。但是即个面甲一面的中间，快速来成长。所以咱看出讲，伫追求即个天国、生命的成长、教会的成长，也是上帝国的即个课程的中间，有的人想要走捷径，用上紧的方法找人来替我换手去参加特会信心的充满，一暝的中间，哇，伊就人命大改变。总是上帝伊也讲，咱会亲像挂菜子，就渐渐来长大，有一日拢总的鸟仔要伫咱即丛树仔来停歇。最后讲到即个末日的审判，末日的审判中间，亲像即个抓鱼的人，将网仔对海里扭起来，将所有好的、无好的要甲分开，好的要留落来，无爱就甲伊合夹定掉。总是耶稣伫遮讲到，经学士、文士，因要进入天国，因甲遮世间的人，佫较无共款的意义，就是伊爱学习将新的
旧咧会当分别出来。什么是新的？什么是旧的？新约就是代表新的，但是伊是对圣经中间耶稣透过耶稣甲人所立的约。经学书爱学习将圣经的知识甲人的传统、人的遗传，爱要分别。旧约中间犹太人因将人的教导当作上帝的旨意来遵守，结果无看重圣经中间上帝所要讲的话，互因袂当得到救，所以会当得救，袂当得救。伫末后的日子、最后的审判中间，就是爱学习安怎将这知识、圣经、人的教导会晓做分别，什么是上帝所爱。如果会当分开，就会当来得救。咱对上帝、对耶稣的这披露中间来看见天国的文化，伫天国中间，上帝要将伊的福音传到这个世间，然后爱人、爱性命、爱教会、爱上帝国度拢当成长。总是这个中间，人爱付出代价，亲像这个人去卖掉伊所有的财产，去换这个土地。爱人去付出代价，然后伫末日审判中间，咱拢会当得到救。对照咱对今年开始的迦南文化，咱已经到今年要来结束迦南文化，咱已经来探讨、来学习、来操练，经过要一冬的时间，我相信这毋是讲一年就咱来完成，有可能伊亲像这个麦仔的经济，有可能亲像挂菜经济的经济，一点点啊，一丝丝啊，爱固定的时间，但是等咱照期间认真来去操练甲落实，有一日。咱的这个挂菜经济、迦南文化，要成做大樟树，拢总的人、讨远的人，拢要来挖伫这樟树的树仔顶，来享受这个树仔所结出来的果子。所以咱来看，咱伫迦南文化，咱讲着爱珍惜，咱要强调的就是正直、忠心、诚实、节制。要对抗的是，咱做来读虚假、谄媚、巴结、传舌。咱伫感恩的中间，咱强调的是祝福、善施善言、谦卑；要对抗的是抱怨、恶思、恶言、骄傲。伫互人的这个中间，咱要强调关怀、服侍、付出甲分享；要对抗的是自私、冷漠、要求、自怜。最后第四，咱伫和睦的中间，就是强调和平、亲密、互动甲柔和；要对抗的是冲突、论断、批评、八卦。有今日，咱要最后一讲的是讲到创新。伫创新中间，咱有4项要来强调，也有4项要来对抗。头一项，咱要来强调是啥物？强调改革，强调改革。咱的改革，亲像伫即个宗教改革同款，500年前的宗教改革，带互基督教对天主教的中间、新教对旧教的中间分别出来。伫这500年中间来影响整个世界，归回到圣经当中，初代教会上帝透过耶稣所要传的这个福音。伫改革中间，咱在亲像伫天国，为着上帝国来改革，为着上帝国来努力。咱的改革对开始，对咱的信心来开始。咱伫顶礼拜，咱有教会退休，当核心同工的退休会，咱有80名的核心同工，伫平时的所在退休，佮加上这眷属超过130个，咱伫遐2天1暝。虽然伫迄个所在天气真冷，落雨，佮湿佮寒，有真侪人拢感冒挂口罩，但是咱伫熟练中间有真好的这合适，很丰收的这得到。咱也透过牧师有放这个影片，领袖高峰会的影片，互咱得到真好的造就。所以伫今日中间，我也透过这个重点，要整理甲咱大家兄弟姊妹做伙来分享。伫咧中间，咱有看到一个故事，就讲到一个挖沟的这个故事，是对圣经的列王记下卷第3章，讲到以利沙甲这以色列王甲犹太王，因要去3个王要联合去攻打摩押人。这个中间因出去征战，但是对着无水的时阵，因的信心受到挑战。这是对一个美国的这个真少年的牧师叫做 Stephen Furtick， 伊即马31岁，
伊26岁5年前的时阵，伊开始一间新的教会，对7个家庭开始，经过5冬，这个教会即马有8000个人，8000哦，好，8000个人在聚会，好5冬的时间中间，好，所以引起美国算出来是安尼10大增长快速上紧的教会，好，因连续几啊年，好，拢排5名，所以这个牧师伊咧分享伊的信心。信心的功课就是透过这个内容记123，讲到尾高啊，这个故事的中间，讲伫还未落雨水进前，就先有这个信心甲这个行动。落雨毋是人会当决定的，但是当上帝要予咱的时阵，咱是毋是有物件会当来寻找？就是咱爱有信心，伫平时的时阵、平常的时阵，就要来做备办、做训练。所以咱的教人文化也好，也是要帮助咱伫平时的时阵开始来操练。等上帝稳定要变互咱的时阵，拍开天顶的窗仔门，咱是毋是有物件会当来接？所以这个夫提克这个牧师，伊就讲爱勇敢来相信。虽然还未看到风，还未看到有雨，还未看到天顶有云，但是这个沟仔中间。在山谷的中间，要积满拢总的水，互因伫战争的中间，因有水通啉，因才袂跌到伫灭亡，袂跌到伫失败。伫咱的教会中间，咱嘛有一个目标，是伫咱的目标中间，咱的每年咱的总会目标就是要强调要疼惜国家台湾，遍传基督福音。咱做伙来讲一个疼惜国家台湾。遍传基督福音，这是咱伫总会长老教会全台湾1200间每年，咱所要定出来一个目标甲主题。咱教会的主题也要透过无愧的良心甲沟通的艺术，咱教会使命甲意向，对内是一个基督的教会，对外是一个宣教的教会。这是咱古代以来咱教会的意向。伫这个意向的下骹，咱有目标，咱有对内的目标、对外的目标，然后这个目标中间佫有明细，所以咱核心同工，咱有摕到这份的资料，其实伫咱的合会手册中间头前，咱逐年拢有将这个目标藏伫手册内底。毋知咱兄弟姊妹有去注意到，咱的教会是使命是啥物，意向是啥物，目标是啥物，策略是啥物？咱有一个目标。就是讲，咱的主日礼拜、台语礼拜、华语礼拜、拜六礼拜3场加起来，人数会当超过580人。若是加上拄则咱才有主日，这是国小级的，咱有国高中的，佫有幼儿园。这个主日若加起来会当达到680人，这是咱教会每年的目标。咱是毋是有信心会当来达成这个目标？咱是毋是有信心？咱每一个人都当拥有来参与伫这个目标中间。另外，佫一项讲到，确实固定的奉献，确实固定在奉献，会当达到65%。580人中间有65%的人，就是377人，因有固定的奉献。咱将这个奉献的标准，毋是讲12的奉献，嘛无是讲约定的奉献，但是讲。确实固定，你有固定在奉献的，会当有377人，你有信心去达成无？这其实是一个真悬的披露，一个比例，总是咱有信心去做无？毋是要做互人看尔，这是一个操练，对咱的信心开始，这是一个改革，伫咱的教人文化中间，伫咱教人教会目标中间，咱就来努力。所以伫默想中间，咱来思考，咱是毋是拄着什么代志，拄着停顿，这是咱要对抗的。强调改革，对抗停顿。有啥物时阵是咱足久无来做的？咱足久无参加基督会，是毋是足久无参加小组？是毋是足久咱无来参与伫服侍中间？咱就要来对抗，莫继续再停顿、再迟缓，咱就要改革，对开始。对咱的信心，伫即个上帝雨水还未来进前，咱就开始摕即个开始咧挖沟啊，开始咧努力，开始来积极来参与。
当上帝稳定临到的时阵，咱就知影，咱为遮的狗仔，咱在参与遮的聚会，咱所一切遮的奉献，是为着要来迎接上帝要互咱的祝福。第二，咱就要来成长，伫创新的中间，咱强调爱成长，往天国、往上帝国来成长，对真理的基础来开始。退休会中间，咱有看到一段影片，叫做《艰难的呼召》（Tough Calling）。这个艰难的呼召内底，有咧讲到，伫非洲伊索比亚这个国家的基督徒受到迫害。因受到迫害是因袂当公开聚会，袂当有家己的圣经，袂当讲道，袂当传福音，袂当带人信主。当创时伫伊索比亚有一个牧师，伊伫一场的壮士的中间咧讲道，壮士中间讲道，去用掠去，所以拐后判刑讲要用电击，爱电好死，所以伊就去带去即个电椅顶头，手摕即个电线，要通电。结果伫即个电的开关拍开时阵，伊无去电死，电到整个即个镇上的即个电拢总失电，整个城镇拢失电。哇！连续试几届拢安尼，所以无法度就放伊出来。结果即个牧师伊就伫路咧行，拄着一个美国来的宣教师，美国来宣教师就知影伊即个代志，讲啊，你去乖才感谢主，阮美国人拢咧替你祈祷。讲阮非洲人、伊索比亚人嘛咧替恁美国人祈祷。伊讲你咧替阮祈祷啥物？讲我听讲即个黑人的牧师讲，我听讲伫美国。美国人的基督徒拢无咧祈祷，生活就过了真好。错是阮伫伊索比亚即个所在，阮若一天无祈祷，阮就活袂到暗时，一天不祷告，活不到天黑。然后我讲听讲美国去真侪教会真侪礼拜堂，去了真大、真水、真舒适。总是美国人无爱去教会，阮伫即个所在，阮袂当去教会，阮无礼拜堂。阮连椅仔都无，阮的聚会拢透过半暝啊2-3点摸黑聚会，所以阮为恁祈祷，互恁会当爱去教会。第三，我听讲美国人大家拢有圣经，基督徒拢有圣经，毋拿1本、3本、5本、10本的拢有，但是阮伫即个所在，阮袂当有圣经，有圣经阮就爱抓迄乖。所以当阮有圣经的时阵，阮将圣经拆一张一张。然后分予会友，一人分几张，将这圣经背起来。阮后届要聚会时阵，轮流站起来念圣经，互阮大家听。阮伫遐半暝啊，听着上帝的话，听着圣经的话，真感动。阮真渴慕，拢会听甲流目屎。所以，阮为恁美国人在祈祷。即个美国牧师感觉真见效，因过了伤过舒适。对信仰无任何的感动，但是看到这伊索比亚这基督徒受迫害17年，因的基督徒的人口无减少，反而成长了5倍。伫迫害中间，基督徒的人数增加5倍以上。所以讲到咱的成长，咱有愿意来接受挑战，面对艰难的呼召。这是因伫伊索比亚的相片，因的生活、因的日子，无亲像咱遮尔舒适，总是因对上帝有热情、有信心。所以这个牧师，伊讲了后，伊继续离开。人讲你要去对，讲伊继续往下一场的丧礼，伊要去后一场的丧礼，继续去遐讲道。伊知影伊的一生就是要为主做工，为主做见证，将上帝话传出去。咱的教会伫明年有一个目标，参加小组、参加团契，要达到70%，400个参与伫小组也是团契。毋知影咱兄弟姊妹，你伫今年中间，你的小组你有参与无？你的团契你有参加无？敢参加主日礼拜是无够的，这是你甲上帝的关系，你嘛爱建立甲兄弟姊妹肢体和的关系。咱的主日的出席。52礼拜中间超过27个礼拜，50%以上的会当爱有550人，8成以上的爱有290人。你伫参加主日礼拜，
你是有照起工，逐顿拢有来，还是有一顿无一顿，常常甲上帝请假，咧拄着无闲，拄着遮个出外的时阵，就袂记你爱礼拜。啊是咱来参加主日礼拜，咱有准时无？伫周末第8页的所在，第7页的所在，你当将遮个数字，甲抄入来，还是甲添起哩，互你会当来小可有一个印象。这毋是牧师的目标尔，这毋是核心同工的目标，这是咱家人教会的目标。咱要诚做家人教会的一份子，咱就要将这个目标放伫咱的祈祷中，放伫咱的心中，互咱会真正为着这个目标做伙来努力。准时要有464名，所以咱10点半礼拜开始的时阵，你是毋是这464名已经坐喺遐？参加会前的祈祷，已经备办心伫遐咧礼拜。咱要对抗的是啥物？对抗的是一种不长进，感觉讲我着有来啊，我着有参加就好啊，我着有出席就好啊，我已经有达到最低标准，安尼就够啊，感觉安尼已经足够了，满足了。这是一个不求进步、无想要进步的心态。咱着爱成长，搁成长。咱伫真理中间。对圣经的话，咱有真正遮尔渴慕，用时间、用精神，要来读上帝的话，要来研究，专心伫上帝旨意顶头。第三，咱要强调就是爱受教，伫天国来受教，爱立祈祷做大心。伫天国中间，都是一个受教的人，所以咱今日所看这个圣经章，一个受教的经学士。要做上帝，要做天国的核心。上帝挑战伊，爱将这个新的旧的会当分别出来。你知影安怎来分别？你知影什么是上帝所爱，什么是上帝所无爱吗？就是透过祈祷。咱伫体育会中间，咱嘛有看一段影片，是一个埃及的这个修女，叫做玛基美吉，这个修女。这个修女伊分享3项事，伊这个修女较早是伫埃及的最高学府，学位上悬的大学最讲书，伊伫遐所教的学生拢是全埃及上优秀的、上 top 的、上悬的这个主优的学生。但是伊无掠这做满足，伊受到上帝一个挑战甲呼召，上帝爱伊去埃及，这个所在去帮助遮个困苦的囡仔，伫埃及有足侪囡仔，因无去上课，因无去读册，因入室就拢去街仔路去捡物件，捡管啊，捡铁啊，捡歹铁啊，捡去卖，换1仙钱2仙钱，安尼来过日子。所以这个修女就辞去她的工作，专门伫街仔路帮助遮个困苦的遮个儿童，甲因的家庭。伊讲，伊有3项事。就是伊等伊伫艰难的中间，伊才会呼求上帝。伊日子过了真顺，太安逸，伊就袂记咧爱祈祷。伊感觉毋免靠上帝，毋免靠耶稣，伊共款来过日子。第2项，伊讲等于学习放弃、give up。伊放弃的时阵，伊就发现讲世间的美好、生命的水。伊较早一直提条要拥有、要占有的时阵。伊感觉伊无需要，伊搁要更多，要更多。但是当伊放弃的时阵，伊看到伊生命中间的水。第3，伊讲学习安静 ，silence。安静是为着要去听，学习去倾听。silence to listen。安静是为着要互你会当听了更较清楚。所以讲这个话，咱做来读，咱用华语啊。让你的身体静默下来，聆听你的言语；让你的舌头静默下来，聆听你的意念；让你的意念静默下来，聆听你的心跳；让你的心里静默下来，聆听你的灵；让你的灵里静默下来，聆听他的灵。为什么要安静？你若是逐工伫遐走动，赶时间。礼拜还袂煞，你就已经牌仔摕起来，准备要去干跑摊刷拖，毋知有啥物约会，常常安尼走动。伫礼拜中间，你要安怎来听？
你也袂当身躯袂当安静，吼，你的嘴一直讲一直讲，吼，你就我都知影你的意念是啥物。你的意念若袂当安静，你毋知影你的心是安怎，内底是咧藏啥物。你的心袂当安静，你袂当知影你的灵命、你的灵内底是啥物款的状态。只有等你的灵会当安静，真正定在那边静下来，哇！你才会当去听见主耶稣伊的灵要对你讲话。所以像因为用真侪时间在操练，不急躁，好，然后不多言，好，然后让自己的心平静。你看因修女请安尼。也是安尼走来走去，就规身躯汗，吼，伊也是动作出入，伊的白衫就变乌衫，所以就爱啥物代志，吼，拢爱真平静安稳，吼，爱真安尼很有定性来操练。咱伫祈祷中间，咱是毋是有足够的安静？咱丢到教会祈祷拢真安静，大家拢点点。但是等咱咧点点祈祷的时阵，你的意念有静落来无？你的意念？有互你的神，互你的心，拢会当安静落来，去听见迄个声。咱来祈祷，人啥物拢听无，敢听见家己在讲足多话，看家己的意念伫遐浮来浮去的时阵，咱毋知影上帝伫咱生命中间，伫咱祈祷中间要对咱讲啥物。所以，咱有一个参加祈祷会的目标是12%，69.9人。咱的教会580人，零头，好，就是这80人，你会当来参加祈祷会，咱就会当达成目标。毋知影伫这年中间，你有参加过祈祷会几届？你有愿意为着这个事拨时间来祈祷，来参加祈祷会，毋是来这听讲道、听道理，满足你家己。祈祷会是要来满足你甲上帝的关系，要来听上帝声。所以咱伫拜5暗时、拜6早起，咱每年嘛有做调整。目的毋是讲你一定爱拨时间，人坐遮才算有祈祷。目的就是互你有一个甲上帝亲近的机会，你通去安静你家己，听见主的声。咱伫祈祷中间，咱是毋是愿意受教？咱就爱对抗是即个背逆、悖逆，不爱顺服。你知影上帝爱你安尼做，但是你硬心不爱听。最后，咱伫创新的中间。强调就是爱积极，亲像伫天国共款，遮尔啊积极。咱只要伫天国内底，遮个勇士耶稣也好，吼保罗也好，吼过去历代以来，遮信仰的前辈马街、马雅各、咱代笔，因拢是真积极的人。耶稣3年半就将福音的事工做了。马街伫台湾20冬，建60间的教会，万人万起的喙齿，带万几人洗礼。伊所留落来。检测，咱有伊遮尔积极无？有来做也无？咱伫退休会时阵，咱阁有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讲到谦卑。谦卑是啥物？谦卑就是愿意来牺牲，为着要服务别人，约束家己的力量，为了服务别人而去约束、限制自己的力量，这就是谦卑。等咱有信心的时阵，咱嘛爱有行为。咱有行为，总是咱有信心，无行为。圣经讲，这个信心是啥物？是死的。所以，咱若有一个好的 idea， 但是这个 idea， 咱无去将伊做出来，咱无去行动，这个 idea 就变成是白日梦，变成是一个白日梦。所以，意象跟白日梦的差别，好，咱这位来谈。意象和白日梦的差别，在于有胆量，凭信心采取行动。你要采取行动，有两项事。你有这个勇气无？敢无？你有这个胆无？你有胆去做无？第二个，你有信心无？你有信心相信，你安尼做，上帝甲你成。拄则讲这个 Steven Furtick 牧师，伊在讲，真侪时阵，伊家己毋知影上帝的声，上帝的话是啥物？上帝的旨意是啥物？伊心内底有一个天平，这个天平就是讲，等于感觉上帝声。超过一半，50%较低啊，已经55%啊，60%啊，伊就安怎？伊就求上帝，互伊有勇气，互伊有信心，伊勇敢去做。伊袂当讲，伊袂讲，我要等到我有信心到90%、95%，我有确定以后，我才要来行动。
55%他就愿意拿勇气、信心去做。所以伊的意向都能够化为行动，就能够实现。所以教会一直在行动，会友一直在增加。每年咱的目标，至少500个人，580人中间有110个人，伊会带一个人来教会。你有愿意无？咱这场礼拜坐一只，就超过200几个。咱若是每年，咱大家52个礼拜当中，你当带一个你的亲人、朋友，还是你的囝儿、孙、厝边来参加礼拜。咱这个目标毋免等到明年的12月，可能明年过去了，新春礼拜，咱就当来达成。所以邀请咱兄弟会当踊跃来努力，邀请人来教会。一个人传福音，哇，10%的人就够啊！10%的人就是头前一半的人，吼，恁坐遮也是楼顶的人，就超过这个数字。你当甲一个人分享耶稣的见证无？你当甲一个人讲出福音4步？你当甲一个人传福音，带伊做觉知的祷告吗？有60个人愿意，咱的目标就当来达成，咱就当继续向下一个目标来迈进。至少参与一种的事奉，435人。咱教会有咧服侍，有咧参与事奉，将近400个。但是嘛有200-300个还未开始服侍。好，你当选一个服侍，咱顶个月才有办这个侍奉博览会，就是要帮助咱每一个兄弟。你毋是干来做礼拜，你当照你的时间，照你的感动，照你的温数，做温数的好管家。上帝予你有这个才情、温数，你愿意提出来服侍事奉无？参与伫志工，也是做志工的训练，来领这个志工的手册。咱拢有目标定在遐，这个目标毋是讲写在遐好看，是爱让大家放伫心内底，帮助咱，互咱伫生活中间向着这个目标来迈进，来达成。因为这是总会、中会、甲咱教会拢要来做，就是一领一领一，一个带一个，互咱的福音会当紧紧来空跨。紧紧伫桃园这个所在，伫台湾这个所在，会当来影响咱的乡亲甲乡土。咱才袂选举选了遮尔啊辛苦，才袂每一届要选举时阵，是的，每一届要选举时阵，听到真侪遮的选举文化、抹黑文化，但是当时才有天国文化伫咱选举中间。当时咱才会看见咱的遮候选人，因真正用圣经的话，用上帝的话，用祈祷来求上帝带领。咱才毋免受着遮尔艰苦的环境中间，需要咱对咱的传福音，对咱的参加主日礼拜，对咱你是毋是有准时来参与伫聚会，是毋是愿意固定的奉献？这是上简单、上基本。你做会到，你愿意做无？咱若遮简单的做袂到，咱讲要创新，要做这偌伟大、偌新遮的事件，拢是假讲的，因为基础已经无去啊。所以对这个一领一的挑战，你有面单无？咱就爱对抗，唔通搁面单。我知影咱的当中有真侪，特别越核心的同工，因的服侍的量越大。因一礼拜7天中间，因来教会可能爱到5届，可能5天拢伫教会在出入，早时啊上班，暗时啊带聚会，拜一小组长的训练，拜2、拜3、拜4带小组，拜5祈祷会。拜六过来参加工作，拜六礼拜几天的服侍，总是我相信这嘛是一种的瓦沟啊、瓦固、瓦沟。有一日，上帝祝福的雨水要拼落来，这个人已经备办好。但是有一日，当上帝要祝福你的时阵，临时无这瓦沟的人，你想想，毋知要安怎样是好。毋望伫新的一年中间，旧的一年要过去。新的一年要开始，咱拢备办心，将家人的文化、真实、真诚、感恩、给予、和睦、创新、真实、感恩、互人、和睦、创新，肯伫咱的日时的生活中间努力来做。这教会的目标毋是真困难去达成，但是需要是每一个人，包括你、包括我，拢当参与伫这个中间。结论来看。马太福音28章，耶稣讲：“我教示恁的，你就爱教示别人来遵守。我就常常甲恁伫对，
直到世间的落尾。这5项事，也是上帝所予咱的大诫命、大使命。咱的牧师有替咱做真好的经历，把它实际的生活化标出来，用真多的心神，让咱伫生活中间不会抽象，不会空洞，而是真敢给和睦创新，在你我的生活、你我的职场、家庭当中，咱拢做会到。望咱拢来认真来拍拼，认真来做。我相信迦南教会、迦南文化要成做一丛大树。拄啊开始，啥物拢无，亲像挂菜经济，但是落尾要变做一丛大树，要结果子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迄个时阵，迦南教会要讲万人的教会，嘛要成做是有可能的事。咱三个来祈祷。主上帝，愿感谢你，46年前，迦南教会伫桃园市来设立，经过46冬，迦南教会已经成做一个580人伫聚会的教会，加上遮的囡仔将近700人。总是，阮知影，台湾要迎接迦南教，特别阮在座每一个来做礼拜的兄弟姊妹。甲教会核心的同工、中级以及教会牧师团，拢爱同心一意向所在标来跑走。愿上帝将这个话，阮每一个不管伫任何的职位、任何的服侍的工场的顶头，拢会当向这个目标来努力、来跑走、来祈祷。主啊！愿你继续施恩伫迦南教会，祝福伫迦南文化的推动，会当互上帝天国的文化、上帝大使命、上帝大诫命，会当活出伫阮每一个兄弟会友日常生活中间。主，求你听阮的祈祷。这个时阵，阮也要用主你所教示阮主的祈祷文，三甲来祈祷讲：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。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地市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们。